去年800大水对南台湾造成过大嘅伤害，有935个乡亲入体种茶嘅嘉义梅山乡太和村，咪系重灾区。大家呢唔单止vụ嘅茶叶如本水大费呛呛，本单为提做嘅冬茶收入也受到影响。为做到重建家园，太和茶农喺艺术家嘅天数下，将茶心用个有创意嘅方式来包装，推出有成分证嘅茶心礼盒，希望民众也是得买到也土地嘅台湾好茶。太和是一个好所在，风景美丽。嘉义梅山乡太和村开发地700到1600公顷之间，跳槽年就有蒙沙岩，有暗户嘅山拿景观，也未促成30年来太和茶产业有好光景。不过去年800风灾，上海动态，冬天茶叶vụ嘅本地嘅情形严重，太路快铁促成交通唔利便，茶商冇办法上山买茶米，行家嘅直接伤害茶农嘅生存。我哋除了冇做唔得單我哋茶園嘛咩要從營業嘅茶弄做唔得雜咧。以茶園來講我們大概有1/20的茶園是受損的，所以以今年的冬茶品質是非常棒的，但是因為它比較可惜，就是那個量比較少，所以產量比往年少很多。除體受到風災打壞，按多年來進口茶加做台灣茶嘅情形嚴重，也未實知道太和茶產業被重建變到同困難。為到老消費者保證自家出產嘅好茶品質，太和茶農啲特批出產茶米嘅包裝方便宜鋪碼，所以上面數易鋪碼就做得看清楚茶米嘅產地、茶農名嘅，還有出產嘅時間。我們在產銷履歷裡面就說我們這一季的茶葉，我們什麼時候種的，什麼時候採的，什麼時候施肥澆水，這個我們每一天茶農都要上網去寫這一個筆日記啦。對於有產銷履歷的，那麼我們農委會呢，應該要有所謂的獎勵的措施，也就是有誘因讓茶農願意申請產銷履歷。更多的產銷履歷，消費者在購買也能夠更安心、更放心。為到進一步將茶米行銷出去，太和茶農啲藝術家嘅天數下推出800風采經驗茶禮盒。太和茶農唔意思政府救出也係民間捐款，希望大家用買台灣好茶嘅方式，天數加到自家來重建。下個新聞，番茄上市飛靈台北報道。